我对这柔弱的声音一向没有抵抗力，这不是逼着我犯错吗？哎呦，哎，妹妹病得这么严重，就别起来了。瞧瞧这小脸，鹅蛋脸都瘦成锥子脸了。妹妹，你说你受了这么多的苦，你知道哥的心里有多疼吗？哎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我这是在心疼妹妹。你还是出去等着吧。拜拜。哎呀，让你不长记性，让你不长记性。姐姐刚才的态度真是反常，演得好一出姐妹情深啊！难道世间就不存在真正的姐妹情了吗？皇上误会了，妾身是觉得这段时间姐姐和从前大不相同了。刚才姐姐对臣妾太过热情，妾身一时之间还无法适应。她的确和以前不太一样了。自从陛下从江北回来，就没来看过妾身。现在妾身病了，陛下才带着姐姐前来。陛下是不是觉得姐姐比我有趣，比我新鲜？真没有那样想。新鲜不过是一时的，陛下与音乐可是有一生一世之约的。什么？一生一世之约？妾身想知道，陛下把臣妾接进宫，只是为了想让妾身养病。赵王那副样子，你在赵王府再待下去，恐怕只会加重你的病情。朕若不把你接进宫中，只怕你会性命难保。妾身知道，陛下是在疼妾身。朕此次来，是因为有些话不得不跟你说。朕把你接进宫中，只是想保住你的性命，并无他意。